阿母，你即马有闲无？有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好，我做你问袂要紧。你敢有看过樱桃小丸子？当然嘛有啊。安尼，你敢有看过客语版的樱桃小丸子？这我是有捌听过。安尼，你一定无看过，嘛无听过台语版的樱桃小丸子吼？台语版，当时有台语版的樱桃小丸子。伫台语电视台就看会到啊。台语电视台，我食到遮老，敢若听过客家电视台、原住民电视台，从来毋捌听过台语电视台呢。讲到这，你都毋知影，台语电视台得要成立啊呢？啊，你哪会知影这个代志？因为学校的老师有讲啊，是安尼哦。而且老师阁讲，要成立台语电视台，除了因的拍表以外，嘛需要阮大家的支持、奉送、甲宣传。听起来阁真趣味呢。嘿啊！我嘛足期待台语电视台会当成立。台语电视台成立了后，阮阿爸咧看电视的时阵，就袂伫遐咧切来切去，毋知要看啥只好。就是讲啊，而且除了我拄则讲的囡仔咧看的，嘛有其他精彩、趣味，也是知识丰富的节目通看哦。你如讲，我是愈有兴趣啊呢。也毋过阿母，啥物啊？我阁有一个问题要问。啥物问题？樱桃小丸子的台语要安怎念啊？我想看觅咧。敢是樱桃小丸子啊？无定就是樱桃小丸仔啦！多谢大家。